各位同學、各位校友、各位支持辦好社工教育嘅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今日出席呢個罷課嘅集會，我心情好矛盾。一方面我好開心，另外一方面我心情好沉痛。我開心係見到好多校友、好多舊生為咗唔忍心我哋嘅課程被 cut， 翻嚟撐我哋嘅師弟妹，翻嚟撐我哋嘅課程，大家俾啲掌聲。我心情好沉痛，因為今日我回到我任教咗25年嘅母校，翻嚟係要去捍衛同埋守護呢一個自從1984年開校以嚟已經有嘅課程。呢個咁嘅課程，今日我翻嚟竟然要去捍衛一個咁樣嘅課程，呢個係咪好值得我哋悲哀？我心情好沉痛，因為咁多年嚟，我哋嘅母校三番四次想賣甩我哋，踢走我哋，唔要我哋。遠嘅唔好講，喺2013年，頭先馮偉華講到，因為 AC2 教育局有少少意見話唔可以俾我哋開課程，我哋就話我哋唔做呢個咁荒謬嘅道理，我哋起嚟爭取。後來開翻個課程，喺2014年俾大家升讀個 Top Up Part-Time Social Work Degree， 又係話唔開，我哋走嚟爭完之後又係要開翻。我哋會問點解我哋三番四次要去爭先可以攞翻我哋應該有嘅嘢？點解我哋次次都要費盡唇舌？點解我哋要每次都要曉以大義，動之以情，校方先至回心轉意？校方係咪真係重視緊我哋讀 part-time 嘅同學嘅苦處？點解學校三番四次鍥而不捨咁買甩我哋？我哋係咪好討厭啊？大家話係咪好討厭啊？係。今日我哋一班舊生學生好想話俾掌權嘅人同校方知道，我哋係好憤怒，我哋好不滿。有幾點？第一，我哋最唔滿意嘅係政府。點解？因為政府冇承擔到社工培訓應有嘅角色。大家讀緊嘅課程叫做社工副學士前身，係社會工作文憑嘅課程。城市大學以前叫做城市理工學院嘅時候，喺1984年創校嘅時候，我哋已經有呢個課程。當時係受到政府嘅資助，直到10幾年前，政府眼見已經俾咗錢去搞社工嘅學士學位，用呢個理由開始逐步削減對社工文憑同埋社工副學士嘅資助，令到大家今日要讀社工嘅課程，如果得到政府資助嘅副學士，本來全個課程嘅學費係64,000蚊，今日你而家嘅課程讀晒成個課程要差唔多12萬。你諗下，今日你哋債台高築，諗一諗，其實你今日負擔咁重，呢一個係咪政府甩掉咗佢應該有嘅責任？大家話係咪啊？係。政府係咪應該要負起佢應有嘅角色啊？係。第二個不滿，我哋睇到城大嘅校方高層係好有問題，佢一直想踢走副學士，佢一直覺得副學士拖住佢後腿。喺2003年當時張信剛做校長嘅時候，政府話唔資助副學士嘅時候，佢已經想停辦所有嘅副學士。後來我哋去爭，政府唔肯俾錢，我哋自負盈虧去做。一路嚟講，城大嘅校方一直係想買甩我哋，卒之去到2014年，
佢賣咗俾卧龍崗大學，賣得甩啦。下一步將會將所有嘅課程踢出 AC2 大樓。城大呢個咁樣嘅母親一直想踢走我哋呢個仔，佢認為咁樣先至令到佢喺世界嘅排名係更加高啊！呢個係咪教育嘅恥辱啊？第三個不滿，當然就係今次殺課程嘅 CCCU 個高層有3點，我想同 CCCU 個高層講。第一點 ，CCCU 個院長 Jennifer 佢話點解要 cut 呢個課程就係佢為咗令課程可以延續，佢覺得冇足夠嘅資源去促進有效嘅學習。頭先馮偉華都講。喺我2014年離開之前嘅 CCCU， 每年嘅盈餘有成8000萬咁多，累積過去10年嘅盈餘有成9億元，點會冇錢？有錢唔去用，啲錢去咗邊度？點解？因為賺唔到錢就唔開，佢賺得少，冇得賺，佢就話唔開。邊個話冇資源？有得賺就大收特收，冇得賺就關門停辦。呢個係咩教育？辦學者嘅良心何在？社會責任喺邊度？教育今日淪為一個產業，一個生意。社會工作喺呢個社會嘅功能係咪唔值得我哋去繼續去營運、繼續去辦？第二點，我想同 CCCU 高層講。part-time 報讀人數下降，報讀 part-time 嘅同學成績同質素下滑係構成 cut 咗呢個課程嘅原因，呢個係好戇居嘅理由。喺我離開城大之前，每年申請報讀 part-time 嘅同學，每年有400到50個500人咁多，10個揀1個。近年下降，因為舊年賣咗俾卧龍崗，啲人嚇咗一嚇。其實實質上，社會裏邊好多年青人好想讀社工，但係問題係我哋冇錢賺唔去做，好多人好想讀，好想為個社會出力。讀夜校嘅同學係成熟有經驗，好多人知道自己想追尋啲乜，話佢哋質素差係詆毀，係侮辱，大家話係咪啊？係。只係睇入學成績。乜唔係求學不是求分數咩？不是求分數咩？睇成績其實亦都係抹殺到社工教育應有嗰個角度。質素下滑，報讀人數下降，應該係揾出個原因，係揾唔同方法去應付。喺 cut 課程之外，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諗。點解？點解？我都會問點解。第三點，我亦都最強調嘅就係點解次次都係 part-time 被犧牲？呢個係我好想問嘅問題。校方有冇一個從 part-time 角度諗問題嘅視覺？佢有冇諗過乜嘢人需要去讀 part-time？通常係要養家。點解養家嘅人其實佢都仍然咁辛苦？翻嚟捱呢個 part-time 課程，佢有冇體會到讀呢個課程嘅人嘅艱難？佢有冇用一啲方法去促進佢學習？點解 part-time 嘅課程接二連三會被開刀？城大嘅接駁 degree 嘅課程 part-time 俾 ASW， 之後再接駁上嘅課程，開多2年就唔開㗎啦。喺2017年出年係最後一屆㗎啦。點解 part-time 課程被犧牲？我知道下低嘅先生係好想開嘅，係上嗰個當權、掌權、掌握資源嘅人，佢唔俾錢落嚟開，佢有錢佢唔用落去呢一度，呢個係一個好不負責任嘅做法。我覺得點解 part-time 往往被犧牲？有啲人話 CCCU 已經作咗決定。註冊局網頁已經刊咗停辦，要校方收回成命係好困難嘅。
你哋邊有能力係去改變校方嘅決定？教育就係產業，教育就係咁㗎啦。今日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今日有咁多人出席，係想話俾學校知，你係有權決定停辦我哋嘅課程，但你又唔可以，你不可以扭曲教育嘅本意，你唔可以一聲令下話 cut 就 cut。唔同嘅持份者去到邊度，學生有冇參與喺裏邊？你有權殺掉課程，你摧毀咗32年嘅歷史，你係歷史嘅罪人。但係你唔可以埋沒同漠視我哋嘅堅持，我哋嘅勇氣，我哋嘅毅力，我哋嘅初衷。社會工作從來都係有爭取公義嘅決心，有知其不可以為之嘅精神。過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是如此。我哋出嚟爭取去表達，係想討回我哋應有嘅價值，堅持我哋相信嘅理念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教育。因為我哋相信莫忘初衷，堅持才有希望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嗌幾句一口號，一齊作嘅，好唔好啊？好。重開 part-time AS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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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part-time 亦是人。part-time 亦是人。為何被犧牲？為何被犧牲 ？part-time 亦是人。part-time 亦是人。為何被犧牲？為何被犧牲？教育不是一盤生意。教育不是一盤生意。承擔辦學理想。承擔辦學理想。團結一致。團